你俩干嘛呢？睡会儿觉。一起睡呗。你知道我为什么在这里一直忍辱负重吗？因为我找到了推动事业的好方法。好吧，你看啊，在这里买花的，基本上都是为了送人，男人送女人，女人送男人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姻缘。所以，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客源，推动我们第一组的事业。有道理呀，姐夫。我很敏锐呀。那必须的。事不宜迟，赶紧去弄。走。兄弟，买花是送人吗？是送妞的吗？喜欢什么类型的妞啊？我们这什么样的都有。我对色情服务不感兴趣。每束花朵都有属于它自己的花语。比如说玫瑰代表爱情，我觉得它更适合你。没有人会拒绝爱情的降临。我知道，你渴望有人来结束你的孤单，而我们可以满足你这个愿望。老公，有流氓调戏我！是啊，这都是误会，误会。天要亡了，姐夫，咱不能这样下去了。咱们已经是方圆5市里混得最惨的人了。不可能，路口那个卖早点的瘸子肯定比我们惨。并没有，那个早餐摊月龄人已经上万了。我看那瘸子下班都是开宝马车回去的。还有天桥下那个乞丐，前几天出国度假，到现在还没回来呢。还有那个算命的老头，都在搞天使轮融资，微信公众号都过万了都，我妈呀！还有那个，还有王老婆，我就不相信一点办法都没有了。我的天啊！那你这一直不谈朋友，帮我有啥事体嘛？哎呀，有什么问题呀？喂，你马上给我回家，马上，现在！哎，上街头去做啥啦？哎呦，现在年纪轻，侪有自家选择啦，不为了呀，为个事体。什么情况啊？你能不能自己单独买一个饮料？姐夫？谁是你姐夫？我不是你姐夫。那我不管，反正你当过我姐夫，这辈子都是我姐夫。姐夫，你能不能把你的热情用到工作当中，帮助一下那个酗酒的姑娘，好吗？我有一个前女友，嗜酒成性，一喝多了就跑我家撒酒疯，一喝多就去我家撒酒疯了。不就是前任吗？我们回去研究一个专项行动。我就不相信那个姑娘能撒酒疯成什么样子。张大娘，你今天还在这里开吗？咱们俩这里买分手。我必须得开呀，我不开他能喊一晚上，楼上楼下挨个敲门。这日子没法过了。那什么，那个都准备一下啊，那个来了。老公，回来了。怎么又喝那么多啊？我没喝酒啊，我在矿泉水。矿泉水。我怕你晚上一个人不敢睡觉，我就带着家伙来保护你。还带家伙？哎，我的家伙呢？我给你换。哦，在这儿，在这儿呢。这个啊，这个大师开过光的扇子。是。以后谁要敢欺负你，我就啪，我就扇死他。我看你以后还不敢跟他们结为款。小保姆，你看有没有脸颊？
打的？这也是打了玻尿酸吧？喂，我跟你说啊，玻尿酸不能老打，中毒了。我给你把小扇子，你拿着，你扇，把玻尿酸扇出来，就扇出来。冷静，老公啊，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呀，我呢就给咱们谈了一个大生意，是吧？广告证券化啊，一村多少份？对呀，多少份？1000份。是1000份。1000份啊！烟呢？你就说我厉不厉害？厉害。烟呢？你就说厉不厉害吧？厉害啊！我们开瓶酒庆祝一下吧！好，看庆祝一下。家里没酒了吧？对呀，没酒也没关系，矿泉水一样的，只要心里有，喝啥都是酒。是。我得杯呢？杯子我拿。没杯子我怎么庆祝啊？其实扶一下。我拿杯子呀，没杯子我怎么喝酒啊？别，我去拿垃圾桶。我吐啊！跪！你俩干嘛呢？我俩找了个凉快的地儿乘凉呢，睡会儿觉。一起睡呗。这样不好啊，姐姐我还小，就喜欢跟小的一起玩儿。老公，这有2个小保安，你俩出来！老公啊，一起玩，出来！这有2个小保安。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一家人团聚了。我们就走了啊。来都来了，往哪儿走啊？一起玩呗。姐姐，我真的还小。装什么呀？老公，我们带他们一起玩个那个刺激的。别动啊！别刺激啊！别！长远，接龙。谢谢。那时候穷啊，生意不好。为了接生意呢，只能陪客户喝酒。我酒精过敏，不行。李白比我稍强一点，所以他就每天晚上陪客户喝酒，喝大酒。怨不得李白成了酒鬼。接单子要喝，接完单子结尾款也要喝。哎，有一次有一客户啊，各种耍赖不给钱，指着我的鼻子跟我说：“我就不给你。”你说说，我能怎么办？我就是一开印刷店的，我能怎么办？李白结了，拿着拖把上去咣咣一顿干，最后店也被砸了，还给人赔了医药费。怪不得他昨天满嘴都是这个拉生意，还生怕别人欺负。他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都是因为我。我能不管他吗？后来他喝酒上瘾了，喝完就耍酒疯了，我实在是没办法呀。所以你就跟他分手了。分手？他当时走的时候啊，就给我留了一封信，一走就是1年半。然后我就找女朋友了，然后他就回来了，然后他喝得更厉害了，
你说他这是不是有病啊？我们要不去医院看一下？看了，医生说是酒精依赖，开了药，没用。你们答应过要替我解决这个事儿的，不能现在说不管就不管了吧？管，这么好的姑娘，一定会管。姐夫，我看差不多了，他都喝了4大块啤酒了，肯定认不出你来。哎，姐夫，你跟踪呢？说话那么大声，不怕被别人发现啊？行了行了，知道。女子，不好意思打听一下，这里面有厕所没有？陕西人，哎呦，我是西安的。哎呦，老乡呀！啊，厕所哈，里面有，直走，直走，咱们拐一下就到了。哎，女子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多句嘴，你刚才戴我手链儿，对你运势不好。大师啊，坐，大爷带你进来，进来，进来聊两句。进去聊两句。你进来，进来喝口水，好不行好？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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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确实不行，你戴这手链确实不行。现在啊，属鼠的人呀，地支为子水，这子跟着午相冲，午是马。你看你我手上戴的是啥玩意儿？拿，戴了，不戴了啊！哟，我的天呀！把你帽子拿来。单位这上面是啥？阳子跟着未相害，阳就是未。你戴着帽子，你我脸就是一个饼脸。平时都不戴。这子呀，还跟卯相刑。兔子，我的娘亲呀！你这身上还穿了一个小白兔，牛的这上面还有心头。哎，大师啊，我这都是为了你好。你咋知道我属鼠呢？水有专攻，你这里面谁是送快递的，谁是保安，我一眼都能看得出来。太厉害了！哟，你这喝啥呢，宝贝？然后那个啥，就是天热，你知道，天热我随便你。我的天呀！姑娘，你命中大忌是啥？大忌就是酒，这酒能让你命都没有了。酒啊！以后不能喝酒，听见了没有？听见了。我都是为了你好，知道不知道？我知道。那个先走了。啊。不喝酒。我不喝。不喝。